도마 넘버링의 상으로야.首先，这个问候大家，大家好。那么，就像大家知道的，我们从这个2021年的趁摩这个冬季的活动啊，冬季的课程就改为了春季的课程。大家都听得到吗？好。所以当时这个趁摩冬季课程啊，就改为了春季课程。所以那时候开始呢，课程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第8世法王米觉多杰的2部传记，也就是《妙行自传》还有《无比自赞》。那法王米觉多杰的这2部传记呢，它不是这个长行哦，它是这个颂文，也就是记文体。而且呢，这2部传记，它的作者是谁呢？就是法王米觉多杰本人，就是由他亲自所撰写的。当我们看这2部传记的时候，这里面呢，并没有清楚写到很多这些日期啊、时间这些记录，比如说出生的时间啊等等，并没有这些记录。同时也没有提到很多的地名，比如说他去过什么地方等等。所以这里面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法王米觉多杰他一生，比如说在世间上，还有在佛法上，他的这些经历，他的学习，还有他的领会，还有他的修行，还有他的发心，还有他的这些誓言，还有他的心愿，还有他的目标等等。也就是这些，他在这个可以说他修行佛法的实践啊，这些内容都可以说是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可以这样说这部传记对于将上师的传记当成教戒还有口诀来学习的弟子们来说，我想这样的内容对你们来讲会是非常有利益的。那么一位风行者叫竹巴滚列大师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想到了。他曾经这样说，那我就说一下这段话的大意。他就这样说，他说呢，这是一些很严谨的上师的传记呢，它有点像是这个债务的清单明细一样的。那什么叫做一个这种债务的清单呢？就像是你借了什么东西啊，然后里面的清单嘛，比如说在某年某月某日，然后借了什么样的东西，当时抵押了什么东西，然后是谁借的，然后谁抵押的，然后什么时候还了，会记得很清楚嘛。所以这位大师就说，那种太严谨的那样的传记就变得像是那种记录债务的清单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他就说，譬如说，在他这位大师在几岁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比如说如果是大师的话，那么他就接受了什么样的几匹马的供养。如果是小一点的比较没有名气的上师的这个传记的话，里面可能就会记录说，他收到了一些比较一些小的法帽的这个供养等等，或者接受到一些什么青稞这些数量的等等供养的记录。所以竹巴圭内就说，那这样的这些记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是这样，那干脆记录一下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吃了些什么，或者说晚上你到厕所到底上大了一些什么便，他写的很直接哦，就是上出来一些什么东西好了。在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我在楚布寺的时候，那我们说有这种日记嘛，就是过去一些上师会有一些日记，那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就有些上师他会写日记。我也读过一些上师他们的日记，但大部分这些日记都是说，这个他见了什么人，然后这些人供养了他什么东西等等。的确是有这样的传统，会记录下这些内容的。他们甚至会就是写得很清楚，这些来见的人供养了些什么东西，比如说什么样的金子啊、银子啊等等。那比如说熟悉的东西呢，当然很清楚的记下来，但有时候是外国人嘛，所以到底他们供养的这些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写下来的也蛮好笑的，因为是外来的东西。比如说小时候很多人会送我一些玩具，所以我看那些记录的时候，他们写的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外国来的玩具，所以记录的人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就随便写。所以呢，所以如果记录呢写的都是这一些他做了些什么事啊，每天这个都是一些生活琐事的这样的一些记录，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一部上师的传记它不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记录生活琐事的一个记录，而是一个能够让这个具信的弟子们阅读之后能够铭记在心，然后能够帮助弟子增长信心，还有静观，还有能够真的提升他对于佛法的信心还有兴趣，而且它是让他成为弟子今生和来生成就的一个典范，这样的一个传记。如果是记录清单的话，那就不符合传记的这样的定义了。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我们看过去大师，他真的是一位具德的大师，但结果他的传记都变成是这样的一些记录的话，有时候我觉得就真的很可惜了，就变成这样的一种记录清单的话，就真的是很可惜了。因为真的传记就像之前说的，它是要让具信弟子能够记在心里的，读过之后能够字句记在心里的，能够阅读之后增长信心，升起静观，甚至读了之后对佛法你会更相信更有兴趣的。所以总之呢，我觉得读了米觉多杰法米觉多杰的传记就会有这样子的，他就有这样的功德的。所以呢，我希望今年总之能够将法王米觉多杰的这2部传记能够圆满讲完。那这次的课程应该是4月8日结束，4月8号结束。那可能也不能再延更久了，因为在 Varanasi 举办这个活动嘛，再延的话，这个天气会变得太炎热。
而且很多是来自不丹的这些尼众啊，他们比较习惯是待在这个比较寒冷的地方啊，待在那边会太热，可能不习惯。所以如果在4月8号之前讲不完的话，那我也有办法哦，就是我会可能录下来吧，就是录下来让你们看，所以你们也不用等在那边，然后你们回到各自的寺院，能够把这次的课程听完吧。因为已经这个讲了2年了，今年呢是第3年，所以如果3年内还不讲完这2部传记的话，就是来年再不开始讲新的内容的话呢，那可能就会就变成拖太久了。所以呢，这2部传记哦，它其实都像是赞文一样啊。所以总之，这2部传记当中呢，我觉得大部分各位呢，应该比较熟悉的是这个五比自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司徒班谦叫确吉琼内，他编撰过一部这个冈仓法行集哦，叫做《明宪》。这部法行集当中呢，就有收录这篇文章。那一般我们小时候，就僧众们小时候都会要译持这个法行集。那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要译持这篇赞文，因为呢，这篇赞文呢就是特别艰涩，特别难懂，所以呢很难译持的。所以很多人呢，我想都被这个老师打过不少次了，就是因为这个记不下来，背不下来。所以这个考试没通过，所以大概很多人都被老师打过不少次。这个是藏族的传统啊，这个打的工具啊，也是很多的，那这就不用多说了。所以总之，这个五比自在呢，对于僧众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然而妙行自传，因为呢它只被收录在法王米觉多杰的教研集里面，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应该是没有看过的。那么这部自传为什么称为妙行哦？其实我想应该去年前年应该解释过了，但这里是为了再次的做一次提醒吧。所以总之妙行哦为什么称为妙行？还有这个妙行，它主要在说在这篇文章里面是哪里在提到这个妙行呢？它指的是什么呢？所以这里2个问题哦，就是为什么称为妙行，还有妙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第一个回答为什么这部自传叫做妙行哦，那最主要是因为整篇这部文章哦或者这部自传，它有37个颂文。那由于呢，其中33个颂文祭文的最后都有此为我妙行之一这样的一个句子，所以可以说除了这个最开头的顶礼还有这个历世造传，还有最后的这个也就是造论圆满的回向等等一些颂文祭文之外，其他的颂文最后都有这么样一个此为我妙行之一的一个句子，所以这样的一部自传就称为妙行自传。那么接着第2个问题就是说妙行它的意思是什么？它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要行持这个善妙
它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要修行善妙，那也就是要去做善的事情，去做好的事情。那例如《入菩萨行论》中很著名的一段颂文就说：一称能摧毁千劫所积聚施供善事等一切诸福善。那这一段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升起了一念这个嗔心啊，它就能够摧毁我们在千劫当中所积聚的这个善呢。所以这里就是说所积聚的这个施供善事等等一切诸福善，一切诸福善哦，这里有提到这里的这里是翻译成诸福善，它其实就是妙行的意思，妙善妙行。另外呢，同样的词也出现在俱舍论当中说，恶身与意业说明三恶行，然后还有即贪嗔邪见此三妙行翻此。所以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到，在这个经论当中就提到了三恶行还有三妙行这样的用词。那所以进一步来解释的话，就是俱舍论里面针对三恶行、三妙行，它更深入解释哦。也就是说，例如杀生，那么这样的这个例如杀生这样的身体上的恶业呢，将会引发这种痛苦的异熟果报，这就是所谓的恶行。然后和这样相反的，所以说翻此哦，就是三妙行翻此，和这相反的情况，就例如说身体上我们去做礼拜等等善业的话，这就是妙行。另外呢，这个经论当中也将身口意的三种妙行称为三清净。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身体上的所有妙行呢都是清净，还有语和意的妙行呢，也就是语和意的清净。那为什么称为清净呢？因为这个我们在身体、语言还有行为上的这种妙行呢，它能够可以说暂时或者就近的清净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身口意上的各种恶行的这种垢染。所以可以说，这种我们的身口意的妙行，它能够清净我们身口意的各种的垢染。所以身口意的妙行，三种妙行，也可以称为叫做三种清净，它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今天要说的呢，是妙行自传33个颂文当中的这个第22个颂文。那么上一堂课当中，我主要只是口头上说了一下这个科判，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投影出来，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这是桑杰巴珠，是访问米吉多杰的侍者，所以他写的妙行解脱注解。那么这部注解呢有2个版本，一个呢是哲蚌寺的版本，一个呢是布达拉宫的版本。那我们这一次使用的科判主要就是出自于哲蚌寺的这个版本。哲蚌寺也就是在拉萨的这个格鲁派的3大寺之一。
那这个科判最主要就是妙行自传呢，将妙行自传分为3个主要的科判。第一个就是顶礼即历史造传，然后第二个传记本体，再来造论圆满。那么在传记本体里面，有分为前行、去入佛法之门，还有第二个正行、实践三世道之法这2个部分。那么第一个前行，之前已经讲过了，所以是讲到了正行。现在，那么在正行的部分呢，其中下士道之法，还有实践中士道之法，还有实践上士道之法，分为这3个部分。现在讲到的是第3个实践上士道之法的部分。那么讲到了实践上士道，这里又分为3个部分，一个是动机，发菩提心；第二个是行动，观修2种菩提心；还有第3个学修2种菩提心学处。那虽然前面这2个部分是讲过了，但是可能会再做一些补充了，尤其是在后面的这个6度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补充，尤其是讲到6度智慧度的时候，会针对这个圣意菩提心这部分，可能再做一些补充。也就是针对，因为我觉得对于噶举派里面大手印的一些见解这部分要多做一些说明。那么在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讲到的学修2种菩提心学处之法。这部分呢是有分7个，在注解的时候他是说有分6个，但是实际分类上是分了7个，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分成7个的。所以总之呢，学修2种菩提心学处之法呢是有7个，像第一个学修6波罗蜜之法、尽知自心之法，然后等等等等。让投影出来的这几个，然后创造有利作为之法，以见性利自利利他之法，还有第7个得6神通而利他人之法等等。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是7个当中的第1个，也就是这个学修6波罗蜜之法。那6波罗蜜，大家6度大家应该都是很清楚，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那所以第1个呢是布施波罗蜜。那这个的颂文就是无我之了悟融入自心时，外在资财等下品非我所有之物，然为众生容力广而纳之，此为我妙行之一。
讲到颂文，有时候我觉得也应该逐字逐句做一下解释，大家才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因为之前讲课都没有逐字逐句做解释哦，所以现在才解释的话，会变得有的有说，有的没说，也不太好。所以总之呢，我们还是就大意做解释哦。所以讲到这个颂文，所以我们首先就这个米芝多杰他自己写了一个注解哦，就是《学习传记之教授》这部著作，他里面提到，他说这个菩萨的布施等等这样的善行哦，它能否成为菩提的这个道法？那这个关键在于什么呢？主要就在于是否掌握了这个方便世俗菩提心，还有智慧胜意菩提心这两个关键因素。或者简单来说，就是有没有掌握到这个菩提心还有空性正见这两个关键因素，有没有把握住？其中尤其是如果掌握了这个证悟甚深空性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那么就能够对于一切事物就不再有这种我和我所的执着，那么就能够任运的成就自他一切无尽的这种愿望。那么因为当你对于这个一跟义都这个无别的这种法性得到这种自在的这样的时候，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证悟，那么你就能够完全没有障碍的这种变化出或者说变现出这个无量的万法。也就是说，因为你在这个法性上得到了自在的话，你就能够无碍的变现出无量的万法。所以在佛经当中就称这样子的一种了悟叫做虚空藏三摩地自在。我们会看所谓的虚空它就是没有边际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形象它是没有边际的这样一种虚空不像是你看任何一个空间或者我们说一个这种宝藏的空间它都是有限的，它都是再多的宝藏在某个空间里面，它都会这个用完用尽的一天。但是像虚空藏，它是永远不会用尽的，它是无边的嘛。所以如果证得了这样一种虚空藏的三摩地自在的话，那这样的布施它是无量广大的。那这是初地菩萨他就能够，这是初地菩萨他就能够帮助众生投身善道或成就佛道而直接或间接所做的这样的布施。而这时候这样的菩萨所做的布施，而且他布施的东西都能够符合众生各自的福缘，它不会造成众生福报的损害而让他们投身到轮回或恶道。而且不仅如此任何人只要受用到或者说使用到了这个大菩萨所给予他的任何东西，都能够帮助他们升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所以这是针对大菩萨他的布施来说。那讲回到我们自己像一个凡夫来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我们修持这样的一种虚空藏三摩地呢？三摩地自在，我们如果也想要修成这样的虚空藏三摩地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修成这样的这种无尽的布施，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学习什么？就是不要再执着我们现在今生
这些短暂的这种财富、财产啊等等，还有不要再贪恋自己的这种身体啊等等。那么要知道这些世间的这些富贵啊荣华，那都是虚浮的，都是无常的等等。要知道我们的贪执贪欲其实就是一切纷争的源头。那么就像这个利刃上的蜜这些妙玉其实就是利刃上的蜂蜜是一样的。蜜当然是很甜的，但是就因为它被涂在了这样的利刃上，所以我们的贪欲让我们就像是在刀头上试蜜是一样的。这个试蜜是好像很快乐，吃到了甜的东西，但其实真的这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样的刀头试蜜这种事情是一定要马上舍弃的。这种贪执是一定要马上舍弃的。所以总之呢，任何的今生的任何的记得任何的妙欲各种的这些欲望，任何的这些所谓荣华富贵，任何的欲望，要知道它都是泡影，完全不值得我们追求，它丝毫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一定要懂得的。它只会带来什么？只会带来我们轮回当中无止境的这种，带给我们无止境的各种灾难、灾祸。就是带来自己和他人更多的烦恼，只有这样子而已，嫉妒啊等等这些烦恼而已。所以一定要尽可能做到的，就是无贪，然后尽力的学习这个消除我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无贪无我这样的一种修持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像是大菩萨一样，有一天能够修正到这个得到虚空藏三摩地自在，而做到非常广大的这样的布施。所以这个就是米居多杰在他自己所写的《学习传记之教授》这部注解当中，针对这个颂文所写的这样一段话。接着我们看桑杰巴珠他的侍者所针对这一段的注解是什么呢？他就提到，那就像米居多杰说，其实任何世间的这些妙欲它其实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不值得我们追求的。但是呢，世间的人呢，完全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呢，世间的人呢，把这些完全没有价值的事情看成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很多人呢，他口头上是说他把这些好像说得很好听这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他把它说成很有价值，但其实内心他其实是很贪着这些东西的。他其实是担心自己缺乏食物，他怕自己没有这些东西，缺乏各种的物资。总之呢，他对于外在的物质还有各种的这些东西妙欲是非常的贪着的，他是贪欲至甚的，他永远离不开这些财富。
他这种永远离不开财富的感觉呢，就好像其实他完全受到财富的可以说绑架了，但他却觉得好像自己能够掌控这一切，好像财富在他的掌控当中，所以他就活在这样一种幻影当中吧，梦幻当中，然后想尽办法的增长他的财富，然后结果他的所有的善行呢都被他丢到了一边。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人，他稍微懂得知足的话，那他还可能有一点点快乐可言，那么他就还有机会去做一点善行，但是他一点知足都没有，所以他是对于任何的所谓的普通的东西、微少的东西，他都不再满足了。他不断的追求的是更多、更好、更丰盛，而且他才刚刚得到了一点，就开始害怕失去，害怕结束，所以他为了害怕失去、害怕结束，所以他只能忙着累积更多。所以什么十恶啊、无间罪啊，各种这些罪业，他都做尽了，就是为了要这个累积这个财富。因为说为了累积财富嘛，在社会上有的时候你不用这些手段，不用这些方法，你是没有办法累积到更多的。所以总之呢，他什么这些方式他都做尽了。所以为了得到这个财富，他甚至可以这个愿意这个放弃他这个投身善道和未来的解脱，然后他不顾一切的，这是非常坚定的这个笃定的说，直到这个就我们说竭尽之前呢，他都要赚钱，不断的累积财富。我们说有的时候谈到这个赚钱呢，要变得更有钱，很多人他都是会非常非常的这种誓言呢，都会是非常的坚固的。然后这时候还夸口说呢，然后我要这个修复寺院，我要修建从来没有修建过的这种塔庙啊，或者我要让这个僧团从此衣食无缺等等，我要广大的供僧呢，每个人供养几千几万等等。这样说了好像很好，就是以这样作为一个借口等等啊。但其实他这样所做的这一切呢，他其实内心呢是吝啬的，他做了一点之后，他就会感到后悔。他就会后悔，哎呀，这个之前那个说太多了，
说太过了，然后这个供养太多了一点，就因为他这种吝啬，这种后悔，所以他就本来布施稍微有那么一点善业，也被他这个后悔的这种火，他的全部都烧毁了。所以呢，一切的这个布施的善也都浪费了，也都被这个可以说烧毁了，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如果他，而且加上如果他没有回向，及时回向这个善业的话，所以这里就先讲到这里。那么好的，在刚刚课程当中，那我们谈到这个法王米觉多杰，那么他所写的这个学习传记之教授，他写的这部著作当中呢，他有提到，那么我们会对于在时间轮回当中的很多的这些妙玉，像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多的世间的很多东西，我们会有所执着，然后会觉得这些是很长的，然后会放不下。但在这里，法王米须多杰告诉我们，这些是我们要学习，要不去执着，学习要放下的。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短暂的，今天有可能，明天可能就消失了。像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钱都是存在银行，那有的时候可能隔天这个就也有可能就消失了，就不见了。那么针对这部分，就是我们以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哦，其实都是很短暂的，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哦。那么针对这部分，主巴滚类大师他也有相关的一个故事。那么其实主巴滚类大师的故事有一些呢，并不是真的，他的出自他的传记，是别人这个假冒他的名义所写的。但这里我所引用的呢，是真的出自他的教员集的。那么这个是一段他跟这个当时噶玛冈仓的一位施主蒂斯的一段故事。那么在当时的藏地呢，是当时这个蒂斯呢，他的这个权势越来越强大的这个时候。那这位可以说这位藏巴蒂斯呢，他的名字我是不知道的。总之呢，他呢就写了一封信哦，上面也有他的印章。那么总之呢，就邀请他要到他的这个领地去。那这时候主巴滚列大师就穿着了工部的这样的服装，大概那时候他就刚好在工部地区，所以这个故事中就提到他是穿着了工部地区的衣服，就到了这个蒂斯的地区去。那蒂斯当时住的这个地方，大概是一个
宫殿吧。那快到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就是当时的政府的，可以说是应该是，总之一个接待的一个臣子吧，总之来接待他。他就说：“哦，这里我们有一只很凶的狗啊，这个狗太凶了，我管不住，所以呢，你等一下，我会找一个人能够管得住狗的人来。因为常常他们都会有一只很凶的狗嘛，会看守这个守门，所以大概，所以那个人就出来，他就说我管不住这只狗啊。”他就跟主保官说：“你等一下，这只狗我拉不住，我会找人来。”总之呢，这时候主保官也跟着他走了，所以这时候就看到的确远远有2只狗。那总之一只白的，一只黑的，总之。结果真的就朝着他跳过来了。当时他穿的是工部的服装，那所以腰间是配着一把刀，所以他马上就把刀拔了出来，然后呢就砍往这个2只狗呢。就砍上去，所以呢，就砍了2刀。每只狗呢，一只狗，因为就把每只狗都砍成一半，所以就狗呢就总之就被砍成一半嘛，2只狗都被砍成一半，在那战斗着。所以这时候呢，主保官类就说：“哎，这样的白狗、黑狗，这样是没用的。”他就说着呢，就把那个，总之呢，那个白狗的身子上半身跟黑狗的下半身呢，说着就把它接起来了，然后又把另外。就是黑狗的另外一半跟白狗的另外一半又接起来。刚刚他不是主保官类才把2只狗不是可以说都杀了吗？都斩断了吗？斩成一半。结果呢，他竟然把2只接起来了，然后就活起来了，变成了2只黑白狗。然后呢，又活蹦乱跳，跑来跑去。那这个。可以说，这个官员看了之后，就真的是吓坏了，就觉得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太奇妙了，就对他，总之就升起很大的信心吧，就说啊，真的是太了不起，太不可思议了。这时候主保官类就说了什么呢？他就说：“我呢是个疯子。”你不用太在乎我做了些什么，也不用太觉得太稀奇。如果这种你都觉得很稀奇的话，那其他的事情，这种稀奇的事情可多了，所以这根本不算什么。所以呢，你好好念6字大明咒，你还不如多念6字大明咒，那个才是真的是稀奇的。所以呢。这时候呢，他就唱着这个6字大明咒，唱出了6字大明咒等等。那这部分就不多说了。所以呢，当他在唱着，可以像是跳着这个6字大明咒的时候，总之那个蒂斯呢，他也听到跳着。所以总之呢，这个王啊，还有周围的人都跟着跳，跟着唱这个6字大明咒。
所以这个施主，这个帝司，然后都看到了这个猪八滚类的这些殊胜的一些视线，总之都升起了很大的信心，甚至升起了出离心等等。然后呢，接着这个帝司就施主就说：“来，把我这个库房这个钥匙拿来。”然后就拿出来就给猪八滚类就说：“来，这是我所有库房的钥匙，其中你就取一把钥匙，无论你选择哪一把钥匙都可以。总之呢，那把钥匙里面的所有东西，库房里面所有的财宝就都属于你。”然后就请猪八滚类呢一定不要拒绝。那总之呢，猪八滚类呢也就挑了一把钥匙，就拿了那把钥匙呢，就到了那个，总之就打开了那个一个库房。打开一看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库房。那一面墙那边呢，放的是很多的茶砖啊，很多的这些丝绸类的东西。那在另外一边呢，放的都是很多的箱子，里面都是黄金。那么在那些装了黄金的箱子上面，又有很重的一个箱子。那总之，他就把那个很重的箱子打开了。那里面有什么呢？有金啊、银啊。还有这个叫什么松石啊等等，总之各种的这些珍宝都在那个最重的那个箱子里面。那这时候猪八滚类都把那些拿出来之后，就挂在它的上面。这时候呢，他又把里面的一个很旧的、很破的一个琵琶拿起来，在那儿弹着。然后其他的那些这个松石啊，还有那些玉石，他都穿戴在身上。然后所有人看到了，接着所有的这些宾客要可以说散会要回去的时候呢，那总之呢，要回去的时候，猪八滚类又把这些东西又还给了那个帝司，就施主。但这叫原来要回去了嘛？但帝司就说不行，这个要给你的，你一定要留着，要收下。这时候猪八滚类大师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跟这一段有关。他就说：暂时我带了，我带过了。但是呢，谁都带不久。我也带不久，你也带不久，谁都是一样的。所以还不如呢，听我唱一段道歌吧。那全段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这段道歌的意思就是说，一切这些金银啊，这些珍宝吧，这些珍宝看起来好像是很珍贵的，但有一天，这些都是你要放下的。那一天来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会非常伤感的。他就唱着这一个道歌的时候，一边唱着，他一边呢手拿着那一个很破旧的琵琶呢，在那边唱着。所以当时呢，是大家听到的时候，其实内心呢都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所以主要讲这一段这个公案吧，就是猪八滚类大师这一段故事哦，就是
因为当时的这个迪斯是当时可以说是藏王吧，就是这样一个大施主，可以说是最富有的这样子的人，这样一个代表。所以在他的库房当中给出来的这样的珍宝，那可是不得了的。所以要是一般人说藏王要给他这个珍宝，一般人听到大家就说哇，那太好了，感谢你，一定是顶戴在身上，高兴的不得了。但一般人看珠巴滚雷大师可不是那样。那一般人搞不好还会装个样子，就说啊，不用了。那珠巴滚雷一点，他也不会装样子。珠巴第四说要供养他，他说好，他马上就拿下来了。那他钥匙也选了，马上拿了，搞不好还带了一整天呢。但回去的时候，他也很自然就给了他了，就还给这个第四了。然后第四很惊讶，要还给他，所以他就说，暂时我带了，但是没有人可以永远带着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谁都有死的那一天的，谁都要归还这些东西的，就是总有一天我要归还，你也是一样，总有一天你也是要归还的。所以这一段故事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它有一天你都是要归还的，所以你都是不要执着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故事。总之呢，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法王米值多杰他呢，就像我们之前谈到很多他是真正了悟到这个空性，神圣空性，所以他真的知道所谓的受用者，还有受用的这些东西事物，它都不是恒常，也都没有一个真实性，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也没有所谓的我的东西，所以任何的财物任何的东西都不是我的，都没有所谓我的这种东西。而且呢，米值多杰知道，所谓拥有，有没有拥有这样一个财物，其实都是看各自的善恶业力而决定的。如果有善业力的时候，你就可以暂时拥有这样财物；没有这样的善业力的话，你暂时也无法拥有这些财物。但是，为了不明了这些道理的人法王米值多杰，他为了他们能够得到快乐、财富和这些受用，他也将自己身口意的一切的，总之他将自己一切都奉献给众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一切快乐究竟得到佛果等等。所以甚至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停歇过，要利益众生得到快乐。所以无论是他夜晚睡觉的时候，或者白天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当下他都要让他这一切的作为所行都能够成为这种广大菩提的这样的善行。他完全不让他的任何的他的一言一行浪费，他要让他的一言一行全部都是在利益众生的。而这样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修持，他不就只是在今生能够这样做到，而且是过去生当中他都有做到。是有许多这些征兆是都可以证明的，是我们当时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到有这样的征兆可以证明的。举个例子来说，例如法王米值多杰呢，像我们一般人呢，要累积的，过去也没有太多方法嘛，你要不就是做生意或者你就好好种田嘛，或者你就是种地或者你就是
这个好好的做佛事啊，当一个喇嘛嘛，然后做佛事等等。那这是你能够赚取一些收入等等一些方式。但是呢，法王美智多杰呢，他也不种地，他也不做生意，他也呢不去这样做这些佛事，不刻意去接受领受这样的供养。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然后却世间一切这些最殊胜的珍宝，可以说这一切最好的自然的都汇聚到他身边，这就证明是他过去生聚集了广大的福德力，而不只是这样子哦，甚至是他身边的人，这只是在他身边的人哦，在他身边或者是成为他弟子的人，也因为他的福德力，那各种财富财宝也会随手而得，就像是路边的石头一样。路边的石头不是很多吗？所以他身边的人也因为有点像沾光一样，有点像在他也因为他的福德力哦，他身边的人也都会变得非常的富足。然后法王只要他在的地方呢，那不会有任何的饥荒，没有任何的疾病，能够具备像天人一样的喜乐富足。所以藏地有一句话说，不要和噶玛巴比财富。这句话可能蛮多人都听过。所以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你是比不过这个噶玛巴的。过去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财富是比不过噶玛巴的。因为当时呢，这个是蒙古也好，然后这个汉地也好，当时的国王呢，皇帝呢，都供养这个噶玛巴的。在我们去年之前的课程呢，就有提到这个噶谦大营的时候，就有这个犍多拉大佛这样子的大的佛事法会的时候，有这样的大的这种佛事法会哦，犍多拉这样的一个大佛事的时候，在前面哦。这个法会上就会有当时的这些所有的蒙古啊，还有汉地的这样子的皇帝啊、国王他们的这些供养，真是广大的供在前面。当时呢，藏王拉萨的藏王的叫。甚至都会说，来看到那样的场景，都会说哇，这是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好像是这种天界的宝库一样吧，有这样的一个形容。所以总之，当时只要是法王噶玛巴的这种法会哦，或者这样的贡品哦，就是只要是供养三宝这种贡品，它总是准备的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有这样一句话说，不要和噶玛巴比这个财富，有这么一句话。那么，虽然说法王受到了这个汉地、藏地还有蒙古这些皇帝的供养，但是他从来不吝啬将自己这些供养分享给周围所有的人。而且，其实我们也看到他身边有一些人呢，在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之下哦，就私自拿走他的东西跟财物。这之前我们课程也有谈到过，在当时的明末的时候，有迎请这个噶玛巴。当时为了迎请他呢，就是要这个呈给他很多贡品嘛，献给他很多的贡品。
按照当时的文献来看，那个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贡品，看了就是对吧，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些贡品东西。但耿爸爸还是没有去。但似乎当时一个记载说，如果你不来，就不给你。好像供养的队伍，好像说你不去的话，这个队伍就要回去了。那当时的总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样不行哎，那这个队伍要回去可不行了。所以呢，他就追着当时的这个皇帝中国派来的使者就追着，他就跟着中国的使者，大概给了他一些这些钱吧，就说请求之下。总之呢，这一段有很多的故事吧，就跟着那个队伍去了。总之就是当时呢，中国的皇帝呢给了很多的这个贡品，但结果呢，就有一些就被别人拿走了，但也有一些供养到了，但很多就散掉了。那总之呢，就四散各地了。总之，大部分的都不见了。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就是都被很多人拿走了。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法王噶玛巴呢，他从来不加以追究的，他不会去追究的。但是呢，但是慢慢的呢，后来这些东西总之又回到了应该是噶玛巴的身边吧。那大家才发现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东西是被拿走了？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觉得怎么你的东西怎么可以就这样子私下这个不被告知的情况之下就被别人拿走，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但是法王米觉多杰都说啊，这么多东西，无量东西被别人拿走，这实在是太好了。那这是因为，如果这些人呢，他在我身边因为这些人呢，他在我身边，如果他们回去的时候变成了乞丐一样回去，那多可怜呐！法王就这样子说了。总之呢，不管怎么说，当时很多人还是觉得那些人在法王身边的人，既然私自把法王的东西拿走，他们都很生气就觉得那些恶人应该受到这个王法判处，甚至这个死刑这样。还有人说呢，这些法王身边的那些私自拿东西的这些恶人他们糟蹋了这个上师的这些财物，他等于就是偷盗了这个佛陀和一切众生的这样的东西他有这样的这个罪业。那这些人呢，他们是一定会投身到这个无间地狱的。他们还说，这个噶玛巴他这个对于弟子和周遭和他身边的人的，他对待他们的方式是不对的。那这样做的方式是不行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不了解菩萨摄受众生的善巧方便而说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个菩萨他是怎么样摄受身边的人的，他的发心他的行持是什么呢？也就是他是
平等、没有分别的，想要救护身边所有的，或者说救度所有的众生的如母众生的，就是希望他们暂时来讲啊，就是暂时的，比如说能够远离饮食的缺乏等等的痛苦。还有呢，就近来说呢，可以获得就近解脱和辩知等等。那方法是什么呢？他们就是修持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等等，做这样的修持。那以法王噶玛巴米居多杰来说呢，他过去生当中可以说就已经圆满了这样的愿行的修持。所以从今生，他就在他跟师徒的他在弟子的互动上也可以看到，他在法上跟财务上都能够可以说任意的这样子的赐予，让弟子能够获得，这也就是一个菩萨的一种示现。总之呢，他总是想尽的办法，努力的帮助众生能够远离这些匮乏，帮助他们得到这个圆满，还有得到快乐。这是他唯一在乎跟在想的。除此之外，他不会担心我的身体不好，会不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会不会减损自己的财富，这些他都不会在乎，或者造成自己的伤害，他都不会在乎。而且其实呢，这样子的一种利益众生其实呢是帮助这位菩萨他的悲心是在帮助他的悲心更加的增长。所以说这是一种善巧方便所以上面说像不需要给人任何这个惩罚的。尤其呢，对于一个菩萨来说，当他们的身体或者他们的财富，当他们越布施他们的身体，当他们越去布施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就越能使这一切成为得到解脱和遍知佛果这样子的有起到这样的一个效用，成为这样的一个助缘。那如果是一个凡夫来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些分别，比如说会分别说我要布施的这个对象是什么，然后这是我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是亲人是陌生人等等。但是一个菩萨的这个布施，他布施的对象还有布施的对境呢，是都没有这种亲疏高低之分的。而他布施的物品也都没有这种染净之别的。原因是
他能够做到这样广大的布施是因为他知道这种布施的对象也好，布施的事物也好，从圣意来说，它是自性无实存的。世俗来讲，也都是为了证得佛果，是累积资粮的对境所以佛和众生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总之，由于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米支多杰他有这样的一种圣意世俗这样的一个了悟，所以法王很多重要的东西虽然后来都丢失不见了，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一点并不高兴但是他却一点都没有显露出不悦。所以由于法王这样的一种修为，这样的一种加持力结果很多弟子们也就因此就知道了这种糟蹋上师物品的过患是什么，而就对于那些人升起了悲心。然后他们也看到法王米支多杰并没有因为身边的侍者或者身边的那些人那样的恶心对待他，而有升起任何的烦恼，或者而变得心烦意乱，而因为这样子反而让身边的其他的弟子升起更大的虔诚之心。所以当时你知道法王他是在这样的噶千大营，当时是有非常多上千人的这样一个大营的，全部的人其实都是受到噶玛巴的恩德跟照顾的。所以当时无量的人们都是因为受用了法王米支多杰的恩德，因为他的可以说照顾财富能够远离贫困，同时呢他也照顾这个佛学院和闭关中心所以在佛法上和生活上都需要照顾的这些佛学院和闭关中心也是法王米支多杰非常关注的。尤其呢这两个地方呢，法王在饮食、衣服还有这种像生活上卧具等等僧众生活的各方面，他都给予完善的照顾尤其是他对于病患是特别的关心的，会为他们准备医药或者看护者，还有当然食物，甚至是交通等等甚至比他们的父母还给予更多的关爱。所以这是6度的修持当中，你可以看到法王噶玛巴米支多杰他的布施的修持的很多故事，他的公案真的是非常的殊胜的。所以想大概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是休息，那可能后天的课程呢可以再多讲2个部分。去年呢本来我有记得说要特别还要提几个重点的，但是现在也忘了，好像有记得要特别说噶千，特别要再多讲一下噶千大营，还要特别要讲一下这个黑药丸的部分，因为黑药丸跟米支多杰的关系呢也是很密切的。同样去年呢好像也有说到呢，就是法王米支多杰的星子就是萨玛昆丘延拉，也就是第4萨玛巴的
转世，当时他的这个转世有2位，所以这部分我觉得也是应该做一些说明，因为这一段故事历史也不是太多人，好像不是太多人知道。总之，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主题，或者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要关注的一些内容，我们也看时间，然后再跟各位说一下。